大家有 Pro 76嘅小室啦，嗱，2026年咧 Sony 咧就會喺影音上邊啊好多唔同嘅新產品啊，咁我一次過咧就攞晒翻我哋 studio 同大家咧就做個實測嘅，咁所以我哋會有一系列嘅影片咧同大家分享下，咁同大家講下而家我哋 studio 有嘅東西係咩先？首先咧我哋就會見到啊呢一個 RGB LED 嘅旗艦級電視 Bravia 9 Mark II， 咁啊另外咧佢細佬啊呢一個 Bravia 7 Mark II 咧亦都喺度，兩部咧都係一個 RGB LED 嘅全新背光燈電視嚟嘅，咁所以咧我都非常之興奮啊！亦都會有新嘅全新三巴 Bravia Theatre 嘅 Trio 啊，三件頭咧就擺咗喺度啦。咁啊之前咧有人話咧冇一隻中指咧，硬係覺得唔知點咁，今次咧就加埋隻中指俾你啦。另外咧亦都有一條過嘅一個 Bravia Theatre 嘅巴七啊，咁啊用9個單元去做翻一個 Dolby Atmos 嘅音效嘅。咁而我前邊呢一度咧就正就係三巴嘅補品啊，咁包括有呢一個 Bravia 嘅 Theatre 18啊，咁啊單一隻嘅一個超低音單元，咁啊另外咧就會雙單元嘅一個超低音咧就係呢個 Bravia 嘅 Theatre 19啊，咁啊用兩隻超低音單元咧去做翻呢一個嘅超低音效果嘅。後置方面咧，今代新出咗一套叫 Theatre Rear 9，咁啊見到咧佢除咗係有呢個天空反射之外咧，入邊嘅單元配置咧亦都會有分別嘅。咁呢度三件頭咧亦都可以配搭翻所有嘅 Sony 嘅全新三巴系統咧，去做翻個後置同埋呢個超低音嘅玩法。而且咧今代咧仲加入咗雙超低音嘅玩法啊，令到成個空間嘅低頻更加勁抽，咁所以咧都非常之吸引嘅。咁不如咧今集咧我哋先同大家咧試下呢個 Bravia 9嘅 Mark II 啊，究竟喺個畫質上邊會有啲咩提升？另外順便試埋佢到旗艦嘅 Trio， 成套嘅旗艦 Sony 2026家庭影院究竟係咩效果咧？即刻同大家實施一下。提下大家訂閱我哋嘅 channel， 撳鐘仔撳全部，我哋有新嘅家庭影院 2 channel 耳機，甚至乎 gadget 嘅評測都可以通知到你啊！今年咧 Sony 咧2026年咧嘅旗艦 Bravia 9 Mark II 咧就用上咗佢哋全新嘅面板技術啊 ，True RGB 嘅。上年嚟講咧，沿用舊嘅 LED 燈嘅技術啊，就用翻呢一個藍光，再中間加一個量子嘅顏色 layer 咧，去做翻呢一個過濾。咁而今年嚟講咧，直接咧就將呢一個三原色做翻呢個 LED 嘅原色燈啊，咁入邊咧其實仲可以咧控制翻咧每一種顏色嘅輸出喎。我要出紅色嘅時候咧，咁佢淨係可以着翻呢個紅色嘅 RGB 燈咧，喺嗰個顏色上面就會做得更加好啦。呢個寸數上邊咧唔需要受到好似 OLED 咁嘅限制之餘咧，佢個色域仲可以比 OLED 更加大添，而且有更高嘅亮度，亦都唔會有燒印嘅情況噶。咁所以咧今年咧佢哋將所有嘅旗艦電視咧就變成咗呢一個 True RGB 嘅技術，用翻喺佢哋嘅電視上邊啊，希望可以俾到大家一個更加好、更加耐用、色域更加高、亮度更加高嘅一個影音效果啊！咁除咗係個面板唔同咗之外咧，今代外觀都有一個唔同嘅分別嘅喎。今代咧就將嗰個腳架咧就放翻喺中間之餘咧，仲係以一塊嘅一個腳座嚟去做翻呢一個嘅配置嘅。而且咧中間咧就亦都會有一塊咧就類似唔同波浪紋嘅一個透明嘅膠片啊。就算係所有嘅電源線喺後邊過嘅時候咧，都可以咧見到咧最細條嘅一個效果，咁啊令到咧個感覺上咧個貴氣係會好少少啊。咁呢樣嘢都俾佢哋諗到咗幾難得嘅。咁好啦，而家咧不如同大家咧睇埋呢部電視機嘅技術規格，跟住咧就進入呢個實試嘅環節先。呢部 Sony Bravia 9 Mark II 咧係一部 True RGB 嘅 LED 電視嚟㗎，用上佢哋最新嘅 True RGB Mini LED 技術，再加埋呢個 RGB 嘅 Backlight Master Drive Pro 新一代嘅 XR Processor， 支援翻呢個 AI 場景識別啊，亦都有呢個 XR 嘅 Contrast Booster 40，咁啊令到個對比度咧可以增強。畫質方面咧亦都支援 4K 120Hz 啦、HDR10 啦、HLG、Dolby Vision。音效方面咧就有呢個2.2.2嘅一個音效系統，用上呢個 Acoustic Multi Audio Plus。HDMI 有4組，有2組支援 HDMI 2.1制式，咁啊有呢個 4K 120Hz、EARC、VRR 同埋 ALLM 㗎。呢部 Sony Bravia 9 Mark II 嘅尺寸咧就有65啦、75啦同埋85寸嘅，而且今次仲有超大尺寸嘅115寸俾大家選擇添。售價方面咧就留意翻香港嘅 Sony 官方網頁資訊啦。一部 Sony 嘅 True RGB LED 電視貴為佢哋全新嘅面板咧，喺個色域啦同埋咧呢一個嘅 booming 上邊咧有大幅嘅改善，咁所以咧
我都揾嚟咧呢一條Las Vegas 嘅一條 4K HDR 嘅影片咧，同大家分享下嘅。正常嚟講咧，呢條片咧就多數都會喺一個 OLED 電視上面咧先至夠膽咧同大家做個 demo 嘅。且好似依家呢一個場口咁樣啦，佢一個大嘅 Las Vegas 嘅牌啊，超光亮嘅。咁但係佢側邊咧係一個完全漆黑嘅一個夜空嚟嘅。咁如果咧以前咧我哋玩呢一啲嘅面板嘅測試嚟講咧，呢一啲嘅邊位咧通常都會化晒嘅，起晒霧嘅。咁但係咧喺呢一部嘅Bravia 9 Mark II 上面咧，佢係可以做得到咧嗰個黑白分明個細節嗰個位置咧係可以 keep 得到之餘咧，你仲會見到嗰啲顏色都係非常之唔錯啊！所以咧今次咧喺呢條片上邊咧都俾大家睇一睇咧呢一部 Bravia 9 Mark II 個力量究竟可以去到邊度，顏色控制究竟可以去到邊度啊！咁而且咧你見到佢個對比度都非常之強勁嘅。嗱，咁睇呢啲 demo 嘅效果必定係正斗㗎啦。咁啊唔知道究竟睇串流電影嘅效果又會係點咧？即刻同大家睇下嚟。啱啱咧就喺 Netflix 同埋 Disney Plus 咧就揾嚟兩套唔同嘅電影啊，因為咧呢一部 Sony 電視咧係可以支援到 DTS:X 嘅音效，咁所以咧佢係可以將呢一個 Disney Plus 入邊嘅 IMAX mode 咧去做翻個解碼，出翻呢一個 IMAX 嘅效果啊！好啦，咁啊講翻咧 Netflix 嗰套 War Machine 先啊，咁啊因為咧佢係一套戰爭嘅電影，咁所以咧現場啲沙塵滾滾嘅狀態咧都係 keep 住喺度嘅，咁所以畫面上邊咧就相對比較上灰通少少嘅，咁但係咧因為嗰隻 War Machine 咧係會用呢一個 scan 去 scan 嗰個人，另外咧佢嗰啲炮火嘅一啲光亮度咧，其實亦都可以試得到咧呢一部電視咧喺漆黑嘅環境之下咧，佢控制光暗嘅對比究竟係點？咁亦都可以試得到咧 RGB LED 呢一個全新嘅 panel 咧，究竟喺處理一啲電影嘅快速流動嘅速度嘅時候咧，佢會唔會有拖尾嘅效果啊？咁啊裝甲車入邊咧，其實嗰啲金屬感啊，同埋咧呢啲火光嘅位置咧，其實都可以 keep 得非常之唔錯嘅。咁而且咧令到咧成個電影咁嗰個畫面個對比度咧，亦都可以拉得非常之好啊！咁啊，另外咧比較上深刻咧就係呢套《創戰記：戰神降臨》啦。咁啊，首先咧本身佢係一個 IMAX Enhance 嘅一個畫幅啦，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個畫幅上面就會比較大少少，可以佔到呢個16:9嘅比例就會比較多啲。咁個 immersive 嘅效果都會好啲嘅。專登揾嚟咧嗰個女主角咧入咗去佢哋嘅電子世界之後個一個追逐戰啊。咁喺紅色上邊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難出到一個唔同層次嘅紅色啦，亦都係有任何嘅一啲細節，如果喺呢個狀態之下處理得唔好咧，都有機會係睇得唔夠清楚嘅。咁比較上深刻少少咧，就係男主角咧放手嘅時候咧，就將呢一個嘅武器跌咗落去個地板度嘅時候咧，個地板隨之而冧咗嘅。咁佢對 boot 咧入邊嘅 detail 咧，平時我哋都比較難睇得清楚嘅。咁但係咧呢一個 mini LED 嘅面板有一個好處就係佢夠光啊，所以有啲咁快速變化嘅畫面，其實佢都可以好清楚俾你睇得到。咁到最尾咧，佢哋跌咗落水之後嗰啲變化同埋嗰啲速度嘅移動啊、光亮嘅移動咧，亦都個電影感都係非常之充足嘅。尤其是喺全紅嘅環境底下咧，佢都可以保持得到呢個效果咧，我覺得非常之難得啊！而家呢一部 Bravia 9 Mark II 咧喺嗰個模式上邊咧就再簡化咗嘅，新加咗一個叫 My Cinema 嘅模式啊。咁呢個模式其實點樣錯出嚟咧？內容嘅類型邊咧就多咗一個叫電影模式嘅。咁電影模式之後咧就會出咗一個叫 My Cinema 已啟用嘅東西嘅喎。咁撳咗咧遙控器呢3個點之後咧，就會開咗個 My Cinema 嘅預設模式啊。咁第一個咧就會係呢個導演剪輯版啊。咁跟住第二個咧就係日間，咁啊第三個咧就係對白。我哋可以咧定性為呢一個creator 嘅一個模式嚟嘅。當導演剪輯嘅時候咧，佢係會用呢一種模式嚟去做翻呢一部電視機應有嘅效果啊。咁啊令到大家咧睇呢套戲嘅時候咧，就正正係可以跟翻咧導演嘅視覺啊嚟去得翻出你個畫面嘅光度同埋呢一個色域嘅。其實入邊仲可以 tailor-make 俾你去調校翻一啲嘅細節嘅。其實如果你係日間睇嘅話咧，你可以校翻專業啊，或者係標準啊，甚至乎逼真化都得嘅。亮度亦都可以調校啦。
而音場咧亦都可以跟翻咧你自己嘅喜好咧，想要個音場大啲或者細啲都得嘅。咁對白嘅音量亦都可以做翻個調校啦。最尾呢個音訊輸出模式咧就可以俾你揀翻電視喇叭或者係音訊系統嘅。如果係插咗三巴或者 AVM 嘅時候咧，你呢個設定咧一轉過咧，佢就會即時 apply 翻晒你所有嘅 config 啊，咁啊非常之方便嘅。好啦，而家就同大家咧試下呢一部 Bravia 9 Mark II 嘅可視角度啊，究竟用上全新嘅面板會係點樣樣啊？好，咁啊而家咧就會喺邊嘅位置嚟嘅，最靚嘅咧一定會係正面噶啦。咁大家睇到個正面嘅顏色係非常之鮮豔㗎。咁頭先喺側邊嚟講咧，其實咧顏色方面嘅變化咧都唔算太大嘅。咁啊，但係咧喺嗰個畫面上面嘅光明咧就會相對多翻少少嘅。嗱，咁受惠於咧呢一個面板咧，其實都有呢個 anti-reflection 嘅技術啊，咁都係有防反光嘅一個功能啊。咁所以咧大家會見到咧，就算係我哋現場拍攝燈咧，其實會有少少光影咧，都唔會影響到個畫質太多㗎。咁呢樣嘢，我覺得咧都係一個幾唔錯嘅效果嚟啊！嗱，今年 Sony 咧除咗係呢一部嘅 True RGB 嘅 Bravia 9 Mark II 之外咧，仲有一個新嘅Theater 嘅 Trio 啊3件頭嘅音響產品啊，都係旗艦之作嚟嘅。咁唔知配埋呢一部電視究竟出嚟會係咩效果咧？即刻同大家實試埋嚟。啱啱就用咗呢一個Theater 嘅呢一個 Trio 3件頭啊，駁埋呢一部嘅 Bravia 9 Mark II 啦，嚟去實試咗咧，睇翻呢個創戰記嘅效果嘅。咁呢一段咧，其實如果大家都有睇過嘅話咧，其實佢哋跌落去嘅時候咧，係非常之多唔同嘅聲音變化嘅。Even 咧，其實頭先未駁呢一套嘅 Trio 嘅時候咧，已經咧呢一部電視機嘅天空聲度咧都已經非常之好噶啦。出嚟嗰個效果咧，就喺嗰個三維嘅空間感上邊咧係非常之正嘅。咁而加埋咧呢一套 Trio 出嚟咧，其實反而咧我都會奇怪啊，會唔會咧佢3件頭咧冇咗超低音出嚟嗰個低音亮度會比較爭啲咧？咁但係咧，就算一駁落去嘅時候咧，未做任何嘅調校啊，出嚟嗰個空間感咧都已經非常之好之餘咧，佢本身自己呢一個3件頭出嚟嗰份低音咧，亦都係一個好全頻之餘咧，亦都係好有呢個 IMAX 嘅一個震撼效果喎。咁呢樣嘢我都幾始料不及啊，因為咧我又未開 app，又未做一個調校，乜都未做嘅情況下咧，佢都可以出到呢一個效果，我覺得唔錯嘅。咁而佢又因為有佢自己嘅一個實體嘅反射天空聲道單元啦，咁所以咧天空聲道嗰個亮感咧就比頭先咧其實差唔多嘅，但係咧喺嗰個天空嘅低音量同埋中頻量嘅實淨度嚟講咧，就會比淨係用電視機嚟得好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我覺得空間細細，好似我哋呢一個 studio 咁樣樣啊，百鬆啲尺嘅或者100尺樓下嘅空間咧，你就咁買呢3件頭咧，已經完全 KO 咗咧呢一部電視機內置嘅一個音效之餘咧，仲可以有一個好豐滿澎湃嘅一個低頻效果添。如果大家仲可以想加超低音啊，或者係想加一個實體後置嘅話咧，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慢慢分享。咁而家咧，不如就同大家咧就講埋呢一個 Bravia 9 Mark II 咧，我自己點樣睇先。嗱，首先咧今代咧佢就係用上咗呢一個全新嘅 True RGB 嘅一個背光燈技術啦，令到咧佢嘅光源出嚟嘅時候咧，已經有3種唔同嘅顏色啊。咁尤其是佢控制紅色嘅時候咧，嗰個紅色控制嘅變化咧，亦都好明顯地咧係比之前咧嚟得更加自然流暢啊！今代咧嗰個面板嘅一個技術或者面板嘅質素咧，相對都要比較高嘅關係啦。咁所以頭先見到有好多黑白位置嘅一啲對比啊，同埋邊位啲斑明咧，喺正面嘅角度嚟睇咧，我覺得真係可以講話同 OLED 咧係不相伯仲添。但係咧佢去有一個比較上 OLED 勁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個亮度夠充足，咁所以咧可以令到咧光位入邊嘅細節咧得以更加完全地呈現出嚟啊！咁啊而喺暗位嘅細節咧，好似頭先呢一套戲嘅嗰啲膠嘅一啲盔甲啊，或者係身體上邊嘅一啲衣服嘅紋理咧，都可以喺呢一部電視機上面好好呈現嘅。尤其是係開咗燈睇電視嘅效果，佢都可以呈現到呢樣嘢。我覺得咧係喺一啲嘅 Mini LED 嘅電視上邊咧就會比較容易做得到啊！咁另外咧，今代咧個 XR 嘅處理器咧亦都有加強啦，喺 AI 啊同埋喺控制翻呢一塊面板
板上邊咧，專登咧做咗一個新嘅 update 啊，令到咧佢控制3種顏色嘅亮度同埋嗰個精準度咧可以提升嚇。咁啊呢個咧，我覺得咧就仲有啲技術係可以加持到啊，譬如好似話 XR 嘅 Brightness Booster 啊，咁同埋呢個 XY Angle 嘅 Pro 咧，都係可以令到咧可視覺同埋呢一個對比度咧，可以咧就令到嗰個畫質更加好、更加伸延得到嘅。咁而且本身呢部電視機咧就亦都支援翻曬杜比 Vision 啊、IMAX Enhance 啊等等嘅一啲技術啦。咁啊喺呢個打機方面，亦都可以對應到呢個 PS5 Pro。咁唯一要講嘅咧就係咧呢部電視機嘅 HDMI 嘅2.1 port 咧都仍然係得兩個嘅 HDMI 1同2咧都仍然係行緊一個2.0嘅制式。咁啊，但係如果大家話有一條三巴或者一個 AVM 或者甚至乎有一個 PS5 咁樣嘅 device 咧，其實一個插4一個插3咧，基本上都可以夠用嘅。咁但係當然喺而家呢一個嘅時間嚟講，如果可以有4個就會更加方便啦，係咪？好啦，咁啊今次同大家咧實試呢一個2026年啊 Sony 嘅旗艦啊 Bravia 9 Mark II 咧就嚟到呢度啦。開頭都有同大家講過啦，今年佢哋仲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嘅。咁嚟緊嗰幾集咧都會同大家分享埋其他唔同嘅產品嘅話，大家如果未訂閱佢哋嘅 channel 咧，記得訂閱佢哋嘅 channel， 撳鐘仔仲要撳全部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